大家好，我係阿包 Magic 魔術教育中心嘅魔術導師吳定邦先生。我哋嘅課程咧，無論你識魔術或者唔識魔術都好，都總會係適合你上堂嘅。魔術咧，其實係絕對唔容易嘅。可能大家會覺得買魔術道具翻嚟就可以知道個秘密，就可以做到。但係其實魔術需要嘅係要帶嚟神奇同埋驚訝。咁喺呢一個咁多樣嘢去構成嘅話咧，係絕對唔容易嘅。咁點樣去構成？可能除咗我哋需要知道魔術嘅秘密之外，我哋可能需要用肢體或者言語上嘅表達啦，甚至乎可能我哋需要用到音樂，又或者我哋嘅技巧咁樣喎。咁所以咧，有咁多樣嘢加埋嘅時候，其實係一啲都唔容易。如果大家第一次嚟參加我哋嘅魔術班嘅話咧，係需要參與我哋15分鐘嘅試堂嘅喎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我哋嘅教學嘅方式咧係需要咧用到我哋嘅鏡啦，甚至乎我哋需要拍攝。點解要咁做咧？因為咧要全天候睇住我哋嘅技巧啦，甚至乎要睇下我哋嘅動作有冇問題喎。而我嘅課程特點咧，就係除咗我會教你本身魔術嘅技巧之外咧，亦都係會有理論嘅喎。而我嘅理論咧，我係會教你點樣用我嘅思維去處理一啲魔術嘅問題啦。希望喺未來嘅日子入邊咧，期待你哋參加我哋阿包 Magic 魔術教育中心嘅魔術班。